Just Can 第2集同你分享廣東話雜誌回響，冇嘢好得過由雜誌編輯親自介紹。之後我哋會讀出第33期填詞 L 導演黃以琳嘅訪問。Hello， 我係回響嘅總編輯，我叫伊死，多謝你問我哋呢啲問題。而家阿 Taki 就俾我幫佢答咗先啦。咁回響嘅創刊時間係喺2020年嘅，嗰陣時係做緊眾籌啦，咁係以眾籌嘅方式一次過眾籌3期嘅資金。咁當時我自己都係一個眾籌嘅人員，即係俾錢課金眾籌嘅人咁啦。咁後尾就成功咗啦，就1個月1期月刊，去到第19期之後咧，成個回響初代嘅團體咧就轉咗去第2代嗰度。咁第2代咧亦都係將個回響繼續出版，但係就將 size 變成由 A4 變做 A5， 咁就出咗4期。因為佢哋都維持唔到個月刊嘅形式，可能係唔係好定期嘅刊物。咁跟住就去到2023年嘅12月，嚟到我哋手上，我哋係第3代嘅團隊編輯。咁就維持喺2個月1期嘅形式，由第24期出版到第36期。咁而家最新嗰期係36期嚟嘅。咁我哋有啲咩分別呢？1、2、3代咁，除咗 size 上嘅改變之外，就係第3代我哋團隊編輯就多咗樣嘢，會有一個叫專題文化討論嘅嘢，就係每一期我哋有個主題，咁可能就會多咗我哋編輯自主去揾一啲唔同有興趣嘅題材啦，揾一啲相關嘅人士去做一啲訪問。例如話我哋咁多期做過一啲同香港文化有關、粵語文化有關嘅歌詞啦、廣東歌詞啦、香港流浪貓發生咩事啦、喺外國點樣去學廣東話，外國嗰個粵語情況係點啦，或者調翻轉喺香港想學廣東話有咩途徑，外國人喺香港嘅生活，或者學生喺香港點樣同其他嘅同學一齊去學習啊咁樣。咁呢啲都係我哋想做嘅一啲文化專題探討。甚至最新嗰2期我哋做緊一啲香港作家嘅出書，點解要出書啦，咁辛苦都，或者係香港書店點解香港書店咁難做，你又要做呢？咁呢啲好同香港文化或者粵語文化有息息相關嘅嘢。咁我諗初心嗰個第1代團隊同我哋都冇乜太大分別嘅。佢哋個講法就係希望粵語可以成為一個文學，即係用粵語寫嘅嘢係可以成為文學嘅嘢咁樣啦。佢哋就好標榜粵語文學呢件事，我哋都一樣嘅。我哋覺得好多人輕視廣東話呢樣題材啦，我哋寫嘢嘅方式或者我哋講嘢嘅方式用廣東話，點解就成為粗俗？點解成為粗鄙？唔可以成為文學呢？咁我哋就將個眼光擴闊少少啦，就會係其實粵語係一個文化咯，唔係淨係文學咁簡單咯。文學係文化嘅一部分。咁我哋個目標就係將粵語嘅文化記錄咗，用一啲文字去寫出嚟。咁亦都可以話實際上喺我哋嘅書刊啦，每一期嘅回響，第1期到36期都話俾大家聽，其實粵語係可以用嚟記錄好多嘢，可以用嚟創作小說，可以創作詩文，可以寫影評、音樂評論，可以我嚟做訪問，好正經咁樣去寫一啲文章，咁同其他嘅語言其實係冇分別嘅咁咯。咁我諗我哋最大嘅特色都係成本書用粵語寫之餘，係冇限到任何題材嘅都可以做咯。有啲人係會寫下鬼故啊，有啲人寫愛情故仔啊，有啲人係記錄下自己外國嘅日常生活、旅遊啊，一啲好生活上嘅嘢。因為我哋覺得文化就係呢啲咁生活嘅嘢，咁所以甚至如果即係喺我哋第3代嘅編輯入邊，我哋就會多咗一啲叫啲讀者可以學習多啲，或者係多啲資訊去，唔係淨係睇完一個創作咁樣，而嗰啲資訊係可以睇完本書之後，你係有一啲得着嘅。原來喺香港，我想養流浪貓係可以領養嘅喎，有機構可以幫你做到嘅喎。或者係原來香港嘅宗教有咁多種唔同嘅多元宗教喺度嘅。我想信教，或者係我去邊度可以揾到一啲正途嘅
宗教嘅資訊呢？咁樣有得，咁或者係原來香港係有好多都市病，我點樣可以幫到我自己或者幫到屋企人去舒緩呢一啲都市病或者係心理嘅壓力呢？咁我哋都有一期係講緊呢樣嘢，咁變咗可以俾多啲資訊讀者拎翻走，睇完本書唔係就淨係我睇咗一個好好睇嘅故仔，而係我可能有一啲生活上嘅嘢俗語我哋叫長知識啦，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迴響都可以擴大少少做到呢樣嘢。咁但係就而家為止，我哋出到36啦，就冇更新到去第37期嘅。咁好多讀者都有問點解啦。咁其實最大原因就係我哋嘅資金問題啦。其實去點解迴響會有咁多代嘅編輯轉變？其實都係離唔開我哋嗰個資金營運情況。咁賣得唔好啦，可能嗰個我哋盡量減低成本啦，但係亦都唔想令到嗰個品質，即我哋出到嚟嗰個品質受損，所以暫時如果我哋唔夠錢做嘅咧，就唔做住啦。咁可能等我哋儲夠錢嘅時候，我哋又先再 restart 翻成個 project。咁或者另一個揾少少錢嘅方法就係可能除咗紙本，我哋或者會做研究緊做電子書啦。咁甚至係我哋都會參加好多嘅 events， 即係譬如小書展啊，或者係職賣會啊咁，可能做多少少唔同方面嘅嘢，去增加翻資金來源啦。同埋其實成間公司都唔係淨係做迴響嘅，我哋都有其他嘅書刊推出嘅。好多讀者上到嚟迴響嗰個網站，你都會見到我哋會有一啲專題嘅書刊，或者係漫畫或者係其他小説。咁呢啲嗰個製作成本都係比迴響低好多。咁我哋嗰個比較容易達成個目標多少少。咁所以希望我哋自己都可以做翻一個收支平衡，然之後繼續去做迴響咯。我哋都係好喜歡做迴響嗰個過程，大家都做得好開心嘅。咁亦都希望各位讀者或者各位聽眾都可以睇得開心咯。就算你我冇手上冇拎住本迴響冇睇嘅，都唔緊要。其實如果你講緊廣東話，你係用緊廣東話溝通嘅話，都希望你可以繼續用自己嘅語言去做一啲唔同嘅嘢，例如傾偈啦、記錄啦、唱廣東歌啊、寫下 blog 啊、Facebook 用廣東話寫啊、IG 用廣東話寫啊，呢啲其實都已經係好幫到我哋粵語嘅文化去做流傳同埋推廣嘅。咁希望大家都會繼續用粵語過得開心，可以同大家講，你哋係講緊廣東話，我哋生活嘅地方係邊一度都好啦，只要我哋用緊廣東話，咁嗰度應該就係我哋嘅屋企，就係咁啦。多謝大家。溫飽不過壓抑，壞過飢餓，為理想誰說過，誰還唱過，唯獨到最後有誰殺火？幾多的心血耗盡，為博取一點掌聲加一分認同，明白無花可百日紅，只想趁我未技窮，終此生也竭力出眾，假裝睇到終點線照衝，承受各方指涉做譏諷。迴響第33期2024年6號專訪填詞 L 導演黃以林，用 L 精神追夢，訪問方麗娜、醫死、撰文方麗娜。填詞 L 嘅主角羅詠詩由中學開始一直追逐想成為填詞人呢個夢想，喺電影入面夢想仍然未實現，但係現實中Norris 就因為呢一套電影以填詞人身份獲頒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唔止成為咗一個填詞人，更加係一個獲獎嘅填詞人。電影入邊嘅呢種追夢精神，我哋叫做 L 精神。如果有睇過電影嘅就會知道有幾正。Norris 連同監製黃開視資大約200萬港幣去拍填詞 L。步步驚心之下，總算票房回本。據 Norris 所講，仲因為呢套戲多咗填詞嘅工作，的確係夢想成真，亦都更體現咗 L 精神。透過呢套電影同唔同嘅觀眾接觸， Norris 發現原來大家都好 L， 有好多嘢好執着，好想做，
而且好努力咁做緊。對於 Norris 嚟講，現時佢嘅個人身份認同大約係70% 編劇、15% 填詞人、15% 導演。編劇最大，因為編劇工作支撐緊佢嘅生活，亦花費最多嘅時間，同時都係佢喜歡做嘅事。佢都好慶幸自己可以用喜歡嘅事情嚟到維生。Norris 現時喺台灣同香港工作，同台灣籍丈夫結婚。以佢嘅講法，就係半個台灣人。佢睇到好多喺編劇或者填詞上面，台灣國語同香港粵語嘅分別。舉個例，台灣冇手尾呢個詞語，即係哇，乜你咁冇手尾㗎？或者唔該你同我搞埋啲手尾佢。呢啲句子用國語冇辦法好準確咁樣表達到手尾呢兩個字，只可以話整理或者交代，但係就冇一個詞語可以100% 傳遞到呢個意思。而且國語因為聲調同韻母都少啲，所以比起廣東話有大量嘅同音字，好似導演自己個全名咁。有啲台灣人係唔係好分前後鼻音，黃、詞、連讀起上嚟好容易會搞錯林做玲，甚至以林變喜立都試過。編劇或者填詞嘅時候，無論係用咩語言，都要留意會唔會因為同音而引起意思上嘅誤會。國語會引起誤會嘅情況就一定會多啲。相反，粵語多咗入聲，亦都有一啲國語冇嘅韻，所以雖然填詞係難填啲，但係又可以用簡短嘅字數表達多啲內容，一句就可以表達到好深入嘅嘢。Norris 比較喜歡填廣東歌詞，對於所有填粵語詞嘅人嚟講，大家都係因為鍾意粵語多限制，填國語詞好似填咩都得，有時會唔知點先至好。反而粵語有聲調同音韻去限制填詞人，選擇少咗，更加容易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另一件令導演開心嘅事，就係透過填詞 L 呢部電影，得以推廣0243填詞方法。當然唔係每個填詞人都要用呢個方法，有啲人好似 Norris 一樣用得好得心應手，有啲人就唔可以。例如電影入邊飾演羅詠詩嘅演員鐘雪，本身都係一個填詞人，佢就唔係用0243呢個填詞方法啦。黃子華因為想離開娛樂圈，所以搞咗棟篤笑娛樂圈血淚史，結果佢留咗喺娛樂圈，覺得自己票房唔夠劉德華多，所以搞咗娛樂圈血淚史2，結果佢參與嘅《毒舌大狀》票房過億。Norris 都有類似嘅軌跡，自己唔想結婚，所以拍咗一套《金刀》，勸大家唔好結婚，結果佢自己結咗婚。覺得自己做唔到填詞人，所以拍咗呢一套填詞 L， 結果佢成為得獎填詞人。係咁，下一部片 Norris 又會想勸大家唔好做咩呢？下一部會係商業電影，已經拎到政府資助嘅薪火相傳計劃，有900萬預算，所以今次俾自己嘅目標係電影唔可以唔同商業接軌，要拍一啲冇咁個人題材或者手法都大眾化啲嘅嘢，敬請大家留意啦。遺憾到老然後抑鬱死，即使終點睇不見照衝，承受各方恥笑遭譏諷，亦要硬碰，儘管叫血汗淚流，不再怕日後期望落空。沿途戰友不多，沒幾多打開心扉，不會各自探
淡過，唯有是你力撐相助。可能有觀眾會奇怪，填詞 L 團隊喺電影上映嘅時候已經做過唔少宣傳，點解我哋仲要揀黃以琳導演嘅訪問嚟分享呢？因為不論黃以琳導演、回響雜誌嘅創辦人、而家嘅編輯伊死、創作堅尼地道呢一首歌嘅唱作人曹朗、幫手揼 Music Loop 嘅網友 Calody， 定係幫我哋呢一個新成立嘅 podcast 寫文或者錄音嘅義工，可能最終都係會徒勞無功。但係去做一件事，有時候淨係想做咁簡單咋。如果你都係一個 too simple too naive 嘅人，明知冇錢賺都選擇繼續寫嘅獨立作者，又好奇我哋會點樣演繹你嘅心血，唔好等啦，依家即刻 email 或者 IG DM 聯絡我哋啦。那些苦澀，雖裝滿背包很重，我只要信念未窮，都有價值不再惶恐。此刻快快抱擁，即使不很出眾，心坎光輝已在放鬆。